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巴巴的来？得知贵妃娘娘得了寒症，特意过来看望。本宫有什么值得贤妃劳心的？倒是咸福宫闹了贼，贤妃耳报神快，就赶着过来凑热闹了。贵妃娘娘到底为何发这么大的怒气？回贤妃娘娘的话，海常在偷盗贵妃娘娘所用的红罗炭，犯上僭越，以致我们主缺了炭火，寒症发作，损伤玉体。海常在向来安分守己，且贵人之下不得用红罗炭。海常在又不是不知道，那就要问海常在自己了。奴婢在海常在屋中导出的炭灰里，发现有红罗炭烧过的炭灰，且伺候海常在的宫女湘云也招了。是海常在指使他去偷炭的。是你告诉贵妃娘娘，是海常在让你去偷的炭？海常在怎么跟你说的？主就是说，不服气贵妃娘娘用这好东西，让奴婢去贵妃娘娘那儿偷红罗炭，而且主一直嫉妒贵妃娘娘恩宠于皇上，也是想因此害贵妃娘娘犯病。本宫不信海常在会这样跟你说。湘云，你跟了我3年，我自问我待你不薄。主，不管您待奴婢如何，但昧着良心的事情，奴婢不能再做了。湘云，贵妃娘娘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请贵妃娘娘恕罪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所以湘云，本宫不会责罚你的。海常在，你用心歹毒，又不知悔改，本宫不得不责罚你。双喜，奴才在。贵妃娘娘，您凭着炭灰和湘云的证词，就断定是海常在偷了红罗炭。但请您再仔细想一想，今日是腊月20，您用的红罗炭都是内务府每月按份地折半给您的，一日是8斤，1个月就是240斤。您说海常在把那些炭都偷了去，那至少有10天的份例，10天的份例就是80斤。海常在的宫室有多大，这80斤的红罗炭要往哪儿藏，您一查便知了。你的意思是本宫冤枉他了？贵妃娘娘，臣妾没有偷盗。海兰，海常在，王公公，王公公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？麻烦王公公通传一声，海常在被冤枉偷了红罗炭，正在咸福宫受罚呢。可是这天这么冷，还下这么大的雪，这事儿还得请皇上和皇后娘娘定夺。既然是咸福宫的事儿，就该由贵妃娘娘定夺，你跟着瞎掺和什么？贵妃娘娘正在气头上，而且也发了寒症。我觉得这件事……行了，啰了吧嗦，别跟这儿赖着了吧，你见不着皇上了，走吧。王公公，还是请您通传一声吧。惊扰了主子，你吃罪不起。快走。王公公，我说你见不着皇上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小心，小心。我想办法帮你去通传皇上。贤妃方才说的对呀，这80斤的红罗炭，海常在一时也用不完呢，说不定是藏在哪儿了。既然海常在缓不过来，那本宫也没法问。双喜，奴才在。你去海常在的屋里，
连着香笼衣物一起给本宫仔细的搜，搜出来以后，也好让他们死心。主儿，既然要查海常在的衣物，那海常在身上这件，奴婢也查一查吧。你放肆！海常在的身上也是你能搜的吗？一个偷盗之人的衣裳为何不可搜？贤妃，本宫在管教自己宫里的人，干你何事？好好的给本宫搜一搜，不许他藏匿半分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许碰他！主，若曦，你不许碰他！贤妃，放开！半夜3更咆哮先出宫，你给本宫跪在那思过。贵妃娘娘，奴婢求求您，不能让我们主这么跪着呀，他会冻坏的。贵妃娘娘，都是嫔妾的错，臣妾认罪，臣妾不是有心偷的，是贤妃您让我管清。海兰，你没做下的事不许乱认。快出贤妃娘！贵妃娘娘，海常在也是皇上的嫔妃，你不能当着奴才们的面羞辱她。你脱了她的衣服搜身，你不是要了她的命吗？做了贼就别怕没脸，若不知悔改，也是他自己逼死自己的。皇上驾到！主，臣妾请皇上安，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听说你发了寒症，就赶了过来，要不要紧啊？谢皇上皇后关爱。皇上都睡下了，听闻你得了寒症又动了气，急得不成样子，所以就赶了过来。臣妾宫里少了红罗炭，引发寒症。太医瞧过了吗？到底怎么样？主，扶贵妃进去坐着，多拿几个手炉给她。是。主。雪地里跪着，衣裳也湿了，快去换件暖和的衣裳吧。速去海常在屋里换了衣裳，再来见驾。是。主，快，来，小心点。主儿，我去给你弄点热水。别怕了，皇上不是来了吗？姐姐，来啊，皇上会为我们做主吗？会的。你也赶紧先把湿衣服换下来再盖。回皇上，贵妃娘娘寒症发得不轻，又动了怒气，得好生调养一段时日。今儿个怎么发那么大的火呀？皇上，臣妾无能，竟让人在宫里生了偷盗这种丑事。偷了别的还好，可偏偏是臣妾冬日里必不能少的红罗炭。海常在为何要偷红罗炭呢？臣妾每次去伴驾，就听他的宫女湘云说，他总是在背地里咒骂，臣妾都不与他计较。可是他偷炭，引得臣妾寒症突发，真是其心可诛。如今人赃并获，他的宫女也招供了，他才勉强承认。还有贤妃，今夜更是大闹咸福宫。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，给海常在赐座。谢皇上。贤妃，
刚才贵妃说你大闹咸福宫，可是真的？回禀皇后娘娘，臣妾听闻贵妃娘娘得了寒症，故来探望。谁知正碰上贵妃娘娘以偷盗之名对海常在大施刑罚，还当众搜身折辱。臣妾不相信海常在会行偷盗之事，所以必得为海常在辩白。起来吧，冻成这个样子，拿着手炉说话吧。李玉，给海常在。是。谢皇后娘娘。皇上，虽说贵妃在海常在那儿搜到了红罗炭的炭灰，也有湘云作证，可是什么？朕记得天刚冷的时候叮嘱过你，宫里面唯有海常在还有婉答应用不上红罗炭。这婉答应位分实在低也就罢了，海常在若是要红罗炭，从你那儿拨给他就是了。朕还记得叮嘱过你，此事不得声张，免惹是非。你怎么那么老实啊？贵妃都气成这样了，你还不和她说实话？是，都是臣妾的不是。臣妾一心只记得皇上的叮嘱，不许外传，也交代了海常在。没想到海常在跟臣妾一个心思，不想往外说了惹是非，谁知道还是惹了是非。贵妃啊，此事呢是贤妃太痴了，不懂得转还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你身子病成这样，也受不住那么大的气。王卿啊，奴才在。往后咸福宫要是缺什么少什么，就从养心殿里拨些给贵妃用啊。这，多谢皇上关爱。好了，你既受了风寒，早些休息吧。皇上，偷盗之事便算了，犯上是大罪，您不能这么轻易饶了他。还有贤妃，今日对臣妾无礼。你打也打了，罚也罚了，他们两个还被弄成这个样子。看来今日啊，朕不赏罚分明，是消不了你的气，也平息不了这件事情了。王卿啊，奴才在。此事的证人是海常在的宫女，叫湘云的，对吧？是。带她进来。这。奴婢湘云，叩见皇上。生的倒是周正啊，舌头也灵活，能招出今晚的事情，是个会说话的舌头。王卿啊，奴才在。带他下去乱棍打死。这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回皇上，湘云已经打死了。今儿的事，朕要宫里人知道，挑拨是非、谋害主上是什么下场。是啊，这样的奴才留不得。皇上不责罚，臣妾也会责罚他，以儆效尤。听到没有？贵妃立下的规矩，大家都要谨记。奴婢谨遵教诲。夜已深了，咱们回去吧。皇上。对了，齐若，在。你方才说贵妃要静养一段时日，是多久啊？总得2、3个月吧。2、3个月啊？贵妃啊，那这3个月你就不宜搬家了，好生休养着。皇上。走吧，皇后。海常在，你再住在咸福宫，也只会惹贵妃生气了。延禧宫还空着，你就搬到延禧宫住吧。臣妾谢
谢过皇上。贤妃啊，好生调教海常在，别再惹出此等事端了。是。走吧，皇后。恭送皇上。恭送皇上。贵妃娘娘，我们也告辞了。主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方才不敢进咸福宫，原来一早回来了，在这享清福呢。阿若，徐太医已经来了，已经在里边候着了。慢点，主。好，三宝在，你去把后殿收拾出来，给海常在住。这。主，慢点，马上就到了，再忍忍。喝了姜汤暖和多了，阿若，你也把姜汤快喝了。是。主儿啊，奴婢觉着皇上心里还是对主好。主，许太医替海常在诊治完了，来替您瞧瞧。快请进来。贤妃娘娘万幸，您素昔身子强健，只是受了一点风寒，微臣会开一些发热疏散的方子，只要娘娘连着喝几天药，注意保暖，就会好的。但切记切记，这几天不能再见风了。多谢许太医。海常在如何了？海常在刚刚喝下微臣开的安神汤药，已经歇息了。那他的伤？这有话您不妨直说。受寒和惊吓都是小事，风寒虽重，调理着也无大碍。要紧的是海常在的双足。要紧吗？海常在是足心的涌泉穴受了伤，才会如此虚弱，形同重病。那有法子医治吗？微臣会掂量着开个方子，使寒气外泄，伤口愈合。等伤口愈合后，再每日按摩，但求见效。有法子治就好。多谢许太医。三宝，奴才好生送许太医出去。这，微臣告退。主就放心吧，一切都打点好了。海常在已经喝了安神药汤睡下了，小事连番折腾，人也累坏了。您若想去看他，还是等明日养足了精神再去吧。也好，我也乏了。你是翅膀硬了是吗？亏了我没回屋，你就非得整出点事儿来。主子们都歇下了，算你厉害。我刚坐下休息，你就溜进去禀报皇上。贵妃娘娘生了寒症，皇上一向是心疼贵妃的。李公公可真傻，贵妃再要紧，比得上皇上和皇后娘娘吗？他可不傻，他是聪明透顶了。看见我敢锁心，就冷不丁的给咱们来一下。养心殿的事儿，皇上让我掌着，你就耐不住性子想爬上来了。有我在，你想都别想。奴才不敢。还不滚！阿若，你干嘛呢？主身上冷，奴婢心里更是有气。贵妃竟然这样折辱民，主，你一定得想想法子，
不能再这样受委屈了。那依你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按奴婢的意思，人活一口气，树活一张皮，一定要好好争了这口气回来。论家世，乌拉那拉氏是出过中宫皇后的，贵妃只是包衣抬旗。论位分，贵妃和妃位就差了那么一截儿，哪天冷不丁儿的就越过她了。论恩宠，从前主与她平分春色，如今只要放出手腕来，好好笼络皇上，皇上就会常来延禧宫的。你说的都没错，什么理儿都占上了。可是你也不能只看眼前的得失。我呢，不看一个人的长处可以带他飞得多高，我只看一个人的短处可以让他摔得有多重。贵妃行事鲁莽，动摇了圣心，有她的苦吃的。可奴婢还是不解气，这么折磨主和海常在，才3个月不能搬家，3年也不为过呀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晚上你也够折腾了，赶快回去歇吧。谢主体恤。索性，今天晚上多亏你去禀告皇上，要不然皇上也不会来得这么快。奴婢后在咸福宫外看见主受辱，当然要去禀报。只是王清公公把奴婢轰了出来，正好赶上李煜公公上夜，这才去禀告了皇上，否则事情也耽搁了。王清哪是个好相与的，他只听贵妃和皇后的话。王清不好相与，不过李煜不一样。这就是你比阿若细心的地方，言语不多，眼睛却落在了实处。奴婢出身寒微，是主心疼奴婢，把奴婢一路抬举到了今天。奴婢没什么可说的，只有一心一意护着主，伺候主罢了。阿若啊，机灵，但嘴太快了。你心思安静，就当给我多长一双眼睛，多顾着些吧。主放心，奴婢定不会辜负主的期许。睡吧。给贤妃姐姐请安。天寒地冻的，你怎么来了？原本是想过去看看海常在，听叶欣说他还睡着，就先过来瞧瞧你。昨儿夜里这么一闹，谁都听见了，可是谁也不敢出头。福祸相依，还好啊，海常在搬离了咸福宫，也算是这罪啊，他没白受。只是贤妃姐姐你何苦去撞那咸福宫呢？海兰受委屈，我看不得。海兰是冤屈，可这事若再查下去，谁都不好看，所以皇上还是给贵妃台阶下了。倒是你啊，你看看，头晕鼻塞的，应该点一些醒神的藏香。这沉水香太清淡了，又黑黢黢的，整个宫里啊，也就你喜欢用。我就是偏爱沉水香的味道，沉香如定时。如果心能像沉水香一般，外边再纷乱也就不怕了。啊，那奴婢轻点。主儿，嘉贵人看您来了。贵妃娘娘，嫔妾给您带了咱们御史上好的山参，给您补身子用。嘉贵人有心了，快来坐吧。谢贵妃娘娘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一想起昨天晚上的事，本宫就生气。哎呀，本想着昨天来凑个热闹，看看海常在的笑话，
后来得知皇上来了，得了，我这也不敢来了。不过话说，这皇上怎么也不向着您了？皇上那是心疼本宫，才将那个海兰赶了出去，倒是便宜了那个小蹄子，去和贤妃沆瀣一气。贵妃娘娘这是弄巧成拙了。皇后贤德，即便在旁也不会帮腔的。得了，一个常在，时日还长，还怕日后处置不了他吗？倒是您的寒症，要不要紧呀？一点寒症原本也没什么，只是胃出了这口恶气。皇上还不许我3个月半假，想起来本宫胸口就疼。您打了海常在，折腾了贤妃，也算是出了口恶气了。您胸口闷什么呀？哎，你还笑本宫？还不是你出了主意？顺嫔娘娘，主儿，海常在醒了，热也退了啊。那我过去瞧瞧他吧。好。纯主儿，海常在怕是不太肯见人，大白天的也拉着个帘子，躲在被里一动也不动的。那等他好些了，我再来瞧他也好。姐姐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好，你回去慢慢走。哎，嫔妾告退。我们去看看海兰。我觉着叶欣一个人伺候不够，内务府拨来的人又不敢用，再也不能出一个像湘云这样的。主放心，奴婢已经拨了咱们宫里的泽枝过去了。那丫头老实，是咱们在前邸里用老了的人了。光惦记别人那里有什么用？主，叫奴婢说，湘云平时不言不语的，一被人收了去，立马就能张嘴咬自己的主子。咱们宫里绝不能出这样的人。咱们宫里除了你们俩和三宝，其余的人都要仔细留意着。那是，奴婢会仔细防查。主，奴婢把药给您端来了，赶紧喝了吧。是我，海兰。姐姐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觉得我都没有脸见人了。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没有过去。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就看到好多眼睛在看我，他们在看我赤足受罚，他们在看我被诬陷偷窃，还有看我衣服被扒开。那么多的奴才，全都盯着我瞧。海兰，海兰，咱们现在在后宫里，过一天就得明白一天啊。可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？活在宫里的人，什么没受过，什么招使不出来。昨天晚上那盆冷水浇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恨极了。可是恨有什么用呢？人人都以为我在咸福宫受了委屈，我就偏不委屈。忍不过的事儿，咬着牙微笑着先忍过去，之后再想办法。你要是真当回事儿了，别人就把你当笑话；你要是提起精神来不当回事儿，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你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姐姐。主，皇上宣您即刻去养心殿见驾。昨日夜里主受足了委屈，皇上一定是宣您去养心殿好好安慰几句呢。可是说有什么事儿吗？来传旨的小太监面生得很，只是说有急事儿，宣您赶紧过去。不知道。
海兰，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。我昨天晚上可以救得了你一次，不见得以后都可以救你，你自己思量思量。伺候海棠再把药喝了。是。李玉怎么了？贤主，奴才做错了事，受罚的。怎么罚得这么重啊？这瓦片子最疼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贤主，您别问了，左不过是师父惩罚奴才呢。贤主，您快进去吧，这儿太冷了。跪完了来延禧宫一趟，让索性给你备药。哟，贤妃娘娘来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在这儿怎么还跟奴才说上话了？李玉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跪在那儿？哦，她呀，她是伺候皇上，上的茶热了几分，都烫着皇上了。您说能不受罚吗？贤妃娘娘，咱还是里边请吧，这下贱人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，请。说的也是，都是下人，又有谁和谁不同呢？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贤妃娘娘到了。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快坐吧。贤妃啊，昨夜的事情，你和海常在都还好吧？皇上，臣妾无事，只是海常在被吓坏了，脚上的伤还需好好静养。即使在你宫里，你就多费些心，叫他放宽心。过去的事情啊，也别再想了。臣妾会好好看顾海常在的。皇后说吧。梅答应已经有5、6日不肯面圣了。今日午膳过后，梅答应找到臣妾，让臣妾看了看他的脸。臣妾一时不知该如何定断，所以只好带他过来见皇上。素烈，去请梅答应过来，有什么委屈让他自己说吧。是。皇上，这梅答应一直哭哭啼啼的，臣妾想着，当日梅答应被掌过的时候，贤妃也是亲眼看见的，又送她回了永和宫，所以才请皇上急召贤妃过来，也请皇上先看看她的脸吧。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贤妃请安。起来。谢皇上。这是怎么了？便是过了2掌，这些日子也该好了呀。为何越来越严重？这断不是掌锅造成的，定是用错了什么东西，或是自己没有忌口。臣妾爱惜容貌，不敢破了面相，惹皇上不高兴。得罪了贵妃是臣妾的不是，挨了打臣妾也受着。只是臣妾已经清淡饮食，按时用药了，可脸还是害得越来越厉害。臣妾心里又慌又怕，不敢面见皇上，只得向皇后娘娘申诉。臣妾也问了伺候梅答应的人，都说她这几日饮食十分注意，就连用水也特意用了消肿化瘀的依云水。你用的是什么药？太医院拿的药，说是贵妃打了臣妾，也愿息事宁人，所以特意送了药来，略表歉意。药你带了吗？
回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这药是奴婢去太医院取来的，确实这个没错。当日臣妾也在，为了六宫和睦，是臣妾劝贵妃送药给梅答应，也是臣妾让素烈以贵妃的名义去取的药。王亲，奴才在。方才齐汝替朕诊过平安脉，他还在吗？回皇上，齐太医现在正在偏殿给皇上拟冬日进补的方子呢。让他过来，看看这药有什么名堂。这。主，喝点粥吧。姐姐呢？回来了没有？主，贤主才走没多久，您别着急。去了好久了呀。你说，会不会是皇上因为昨晚的事，怪罪姐姐了？主，您想多了。也行，你去帮我看一看。主，快去啊！是。回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这药是出自太医院的御药房，这没错，只是被加入了白花丹。这药到底做什么用？回皇上，这白花丹是产自南方的一种半灌木药材，一般的情况不会单用的，因为它有毒，尤其是皮肤接触以后。皇上，臣妾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，竟叫苏烈拿这样的药来害臣妾。请皇上明鉴，药虽然是臣妾让苏烈送去的，可若是臣妾做下这般天理不容的事情，臣妾就不会带着梅答应来养心殿，一定是百般阻挠才是。皇后先坐。谢皇上。皇后贤惠，朕的心里有数。但这素练，皇上明鉴，当日是奴婢亲自去取的药，也是奴婢亲自送给梅答应的。可奴婢万万不敢往这药里掺和别的东西啊！哦，对了，当日奴婢正好手腕有伤，太医们便指点的奴婢用着钵中的药取了一些抹上，说是有止血的功效。奴婢抹上之后也并无异样啊。当时擦着没事儿。那素烈，你再细细想想，那日去的路上，还有谁碰过这个药膏没有？再没有了。奴婢一路赶着送去，到了永和宫，就只有贤妃娘娘在那儿。奴婢送了药便回来了。是啊，那日素烈送了药来，贤妃娘娘陪臣妾坐了会儿也走了，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探视过臣妾。臣妾想起来了，那日贤妃娘娘的确打开过这瓶药膏。梅答应，本宫那天打开那盒药，是好心想帮你确认是不是消肿去瘀的药，而且也是你让本宫留下来帮你查看的。敢问贤妃一句，那日除了您，还有别的人有机会触碰这瓶药膏吗？嫉妒之心人人有，嫔妾也知道，自从承蒙皇上恩宠，便被人觊觎陷害。不曾想，那个人竟然是贤妃娘娘。梅答应，本宫当日做过什么，没做过什么，你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。你要是这样污蔑本宫，本宫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皇上，臣妾受此侮辱，贤妃脱不了干系，还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既然闹出这样的事情，又伤了梅答应的容颜，臣妾不得不彻查了。且嫉妒是后宫嫔妃大罪，又这样暗中伤人，
是后宫管教不严，乃是臣妾的罪过。皇后是有过失，但罪不在你。贤妃，无论是不是你做的，但总要问一问。这样，你先回宫，本宫会让慎刑司的金奇嬷嬷去问你。是。慎刑司掌管着后宫的刑狱，上至嫔妃，下至宫人，只要是做错事需要盘问，都要去那里。自然，你若是无事也罢，若是有事，也免不了要去慎刑司一趟。臣妾愿意去慎刑司以证清白，但请皇上明鉴，臣妾不曾做过。事情查查，总会清楚。但记得，不许逼问贤妃，不许伤她半毫。那如何问得出？要是贤妃做的，自然会露出蛛丝马迹。敬请嬷嬷善于询问，他们不会被蒙蔽的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这件事情不可能是姐姐做的。海兰，皇上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姐姐做的。你怎么来了？皇上，海常在来了好一会儿了，因为听见皇上在里头问话，所以一直在门口候着，没有进来。海常在刚受了足伤，身子又不好，你们怎么也不拦着点？奴才实在是拦不住啊。海常在，你如何确定不是贤妃做的？因为贤妃姐姐身上的香囊里并没有白花丹，又怎么能够害人呢？没有白花丹。齐如，回皇上，白花丹的颜色为青白色，这是深红，应该是大血藤研磨而成的粉末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当日臣妾看内务府送贤妃姐姐的香囊，针脚缝得粗糙，就打算拿回去重新缝制。怎知一看，内务府敷衍姐姐送来的白花丹，成色不佳，是次等品。贤妃姐姐居住在延禧宫，地冷偏僻，这些白花丹怕是不顶用了。恰巧臣妾屋里有大血藤粉，功效跟白花丹是一样的，可以去湿气、通经络，所以臣妾便把大血藤粉替代了白花丹。贤妃姐姐没有白花丹，又怎么能害人呢？既然大血藤跟白花丹的功效一样，谁知是有毒还是无毒呢？皇上，大血藤无毒，不会毁坏容颜的。皇上，若您还是不相信，可以仔细一一清查。臣妾倒是感谢内务府藐视姐姐，倒让姐姐可以逃过一难。这帮混账，拜高踩低，怎么当差的？王清，奴才在，提朕去查。这。贤妃，你先坐下。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，朕一定会细细再查。谢皇上。海常在，这平时看你不言不语的，没想到如今倒是勇气可嘉。回皇上，臣妾不是勇气可嘉。贤妃姐姐当日如何拼死维护我的清白，臣妾也只是拼死维护姐姐的清白而已。看来让你住进延禧宫，倒是让你们两个好生照应了。皇上，这件事情，臣妾一定会彻查到底，以便肃清宫闱，以正纲纪。这件事情因贵妃而起，又差点蒙蔽了皇后。依朕看，这件事情交由贤妃去查。后宫的琐事繁忙，又到了年下，皇后还是安心其他事务吧。是。贤妃，这件事情不论查出什么结果，都由你处置。是。齐如，你看看梅大印的伤，应该留不下疤痕吧？皇上请安心，臣定会仔细医治的。
亏了下的白花丹不多，用不了半个月，梅大印就会治好，断断不会留下什么疤痕的。海常在，你要仔细着自己的身子。贤妃，朕会命太医医治你的风寒。是。都下去吧。臣妾告退。你不怕了？我若一直这样趴下去，别人还没把我怎么样，我就把自己给逼死了。姐姐，你开解我的话，我都记下来。记得到延禧宫来拿药。谢谢主。暂且忍耐，来的时候留心些。我懂。这件事情虽由贵妃莽撞而起，梅答应也娇气了些。可你是皇后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就对贤妃起了疑心。朕知道后宫的事务繁杂，但凡事也得持一个公正之心呐。臣妾是看到梅答应的脸，有些吓着了。贤妃又接二连三的被搅到是非里去，所以才着急了。那些是非是贤妃自己愿意搅进去的吗？你是朕的皇后，你是中宫，你坐这个位子，只能稳，不能急。是臣妾做事毛躁了，不够稳重，以后一定加倍小心。朕晚上还有政务要忙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脸色不佳，眼下时气反复，娘娘要注意御体啊。天寒地冻，让人心肺彻凉啊。长春宫四季长春，恩眷永驻，皇上对娘娘是一片暖心呐。这贵妃毛躁，轻举妄动，逼得海常在与贤妃联手，又打了梅答应，连累了本宫。说起来也是奇怪，这梅答应的脸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奴婢送去的药定然是没有问题的，可若是贤妃与贵妃都没有动手脚，那这事儿就太过蹊跷了。会不会是梅答应自己动的手脚？不会吧？做嫔妃的，谁舍得往自己脸上做文章啊？不管是谁做的，这件事最后就是贤妃渔翁得利。从前她做不成嫡福晋，心里不知多怀恨呢。如今想与皇后娘娘分庭抗礼，也说不准啊。这回咸福宫的事儿，皇上就对贤妃百般保全。今儿梅答应的事儿，也是一味向着贤妃。但皇后娘娘怕什么？您是嫡妻，又有三公主和二阿哥，您的母族又是望族，皇上敬您重您呐。你这嘴啊，怪不得皇上喜欢你。既然皇后娘娘心欲疏解，那臣妾就先告退了。好。原本想借梅答应的事，整肃一下后宫，不想却让皇上觉得本宫不稳重。也是本宫不好，
这胭脂盒是王公公出宫时得的，特意让我拿给你。这些东西我都有，老是私销售做什么？你可别再帮那个姓王的提东西了，拿回去。这莲心和赵姨太在那做什么呢？拿回去。娘娘有所不知，是王亲托赵姨太给莲心送东西来了，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。王亲对莲心有意。这王亲是个可用的，是该好好笼络。可是他终究不算个男人，否则莲心嫁给他也算是般配。卓，李煜来了。李公公，哎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怎么不过来啊？贤主，奴才怕给您惹麻烦。怕麻烦就不叫你来了。过来。你慢点。慢点啊！你要是害羞，那就自己来。在本宫这儿怕什么？卷起来。是。跪了多久？跪了1个时辰的碎瓦片，后来又跪了1个时辰的铁链子。为的什么呀？有桩差事，奴才漏了几分乖，讨了皇上的喜欢，再加上又为了您去咸福宫的事儿禀告了皇上，王副总管就不高兴了。这不让他逮到机会了吗？就狠狠地罚了一通。贤主，这是云南上贡的上好的白药粉，止血去瘀最好不过。贤主御守尊贵，可不能为奴才做这样的事啊！你要是明天想去御前伺候，就乖乖的上药。瞧你这好福气。多谢贤主。你不用多谢我，我还要多谢你呢。昨天晚上要不是你通报了皇上，我还不知道会落到什么田地。那都是奴才应该做的。李煜啊，王亲资历老，位次高，你随随便便在他面前露了聪明，是会害了自己的。居人之下，聪明劲儿别往外露，尤其上面的人还是个不容人的。皇上喜欢你聪明，旁人不一定喜欢。待会儿回去的时候，也别露了怨气，好好奉承着王亲，毕竟还是在他手下当差呢。原来是奴才糊涂了，多谢贤主指点。这药拿回去自己好好擦。伺候着皇上的时候要当心点儿，亮着120个心眼子。奴才明白了，那奴才先走了。哎呀！卓，你终于肯上心了。
能不伤心吗？连环套就这样落下来，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。王清这个人要小心。李煜是个实诚人。是。把这个艾草拿去给海常在，他的伤用得着。是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进士房可等着您分牌子呢。真想走走。那奴才陪您。这是哪儿？刚过长春宫，您回头便可以去看皇后娘娘。去延禧宫吧。这。主，皇上来了，赶紧接驾吧。这玫瑰花的味道可真香啊！叫朕都忘了，是在冬日里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快起来！这些日子，你受委屈了。是朕想错了。朕以为，这些日子以来，对你少些恩宠，便会少些妒恨。结果却……难为你了，难为皇上了。臣妾是被太后责罚过的人，皇上不来也是为了顾念太后的心意。来，你被禁足出来的时候，皇娘提醒过朕，后宫要雨露均沾，若是太过宠爱一人，反而会让其他嫔妃眼热。可这些日子呢？发生那么多事情，朕也改变了心意。一朵花开在角落里，旁人以为无人关怀，却一脚一脚踩。与其如此，朕不如坦然地与你在一起。皇上现在过来，外边这么冷，夜深霜浓的，也都不顾着自己的身子。朕不过来，这里不安稳。你放心，朕以后啊，不会忍着自己不来见你的。臣妾最喜欢皇上说3个字。哪3个字啊？你放心。有了这3个字，就算臣妾身陷慎刑司，也会安心的。幸好，你是懂得的。臣妾懂得。皇上让臣妾嫁给您的那日，皇上就对臣妾说了这3个字。臣妾这一世的安心，便是从那天开始的。你懂就好。但求知心常相中，便是不忧不惧。皇上，别起来，多睡会儿。朕晚些啊，过来陪你用晚膳。是。二若，
照顾好你们主，多准备一些白玉双方膏，真有空的时候，会多陪你们主用一些。是。早上吃什么？红豆莲子粥。好。主儿，您猜刚才皇上出门前都说了什么？皇上说什么了？看把你乐成这样。皇上说：“阿若，照顾好你们主，记得备上白玉双方膏，朕这几日都会过来陪你们主用些。”我可什么都没听见。主没听见呀，奴婢可是牢牢记着呢。姐姐小厨房的菜清爽落味，那碗酸笋鸡丝汤最好了。你要是喜欢，晚点的时候再给你添上。那可不成啊！皇上说了，今天晚点要来陪姐姐，小厨房怕是忙翻了，我还来添乱。主儿，什么事儿？慎刑司刚来的回话，说太医院里有一个侍弄药材的小太监叫蛮子的去认罪了。认什么罪？说是梅大英用的抹脸的药膏里，是他在配药的时候不小心沾上了白花丹的粉末，在圆钵的内壁上，所以才惹出了这么大的祸事。不对啊，如果是在圆钵里，那为什么苏炼用了没事，梅大英用了偏偏有事呢？这蛮子说了，苏炼用的是上头，所以没事儿，而梅大英用的多，便沾上了。那慎刑司是怎么办的？慎刑司已经用刑了，可吐来吐去就2句，所以来请主的意思。姐姐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三宝，你去回了慎刑司，就说本宫只要他吐完了向皇上回话便可，其余的就是他们的事儿。那若逼不出什么呢？逼不出什么就是吐干净啦，打满50大板送去新者库，算完。这奴才立刻去办。姐姐，这样便了结了。这事情存心是有人要害姐姐，早有预谋的。若是不查，查不出来了。海兰，再往下查，只有一个，满子畏罪自杀。贵妃可以把事儿做绝了，我不能。可是这事闹这么大，连皇后还有贵妃都吃了瓜烙了。就是因为皇后和贵妃都吃了瓜烙，所以就不能往下查了。从你受委屈那天晚上就该知道，红罗炭的事儿不是查不下去了，而是皇上不愿意查了。姐姐，可是皇上刚登基，需要后宫平静。既然皇上的意思都已经是这样了，我又何必追根究底呢？